新闻开始来看，昨暗北部温度降到20度以下。今年嘛是1995年以来秋天的温度上慢才降到20度以下的一档。今仔早起，桃园只有15度左右。气象署是表示讲，今仔日是这波东北季风影响上明显的时阵，拜三才会减弱回温。也毋过真紧，拜四下晡又搁有另外一波较强的东北季风，强度可能是冷气团的级数，上低温只有15度尔尔。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北台湾的民众透早起床应该拢有感觉到天气有咧冷落。气象署提醒讲，即届东北季风会冷到拜二，到拜三东北季风转弱，温度才会豆豆回升。也那中南部地区，即礼拜大多数拢是好天的情形。我们平地的测站最低温出现在桃园的杨梅有出现14.9度的低温，而至于在台北站最低温也出现了18.2度，尤其是在今天可能全天的温度都会在20度以下，明天会稍微回升一点点但是温度还是偏凉，一直要到礼拜三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会是这个礼拜上面温度相对比较高的时候，北台湾的温度有机会来到22、23度左右。较爱注意的是，拜四过到了后，另外一波东北季风会阁影响台湾，中部以北也阁有东半部地区雨会较明显。若到拜五，天气会转做大冷的形态，气温会直直降。气象署嘛特别提醒讲，后一波东北季风强度是较活冷气团的等级，低温会来到15度左右，民众都要赶紧把较高的衫裤换出来咯。甚至到了礼拜六的清晨，东北季风又配合了辐射冷却的效应所以在各地的最低温有可能会出现在这个时段。那我们预计在北部最低温有可能会下探到14度左右，沿海空旷的地方可能会更低，其他地区的低温也大概在15度到16度之间。另外，气象署指出，目前菲律宾东南海面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上紧伫咧拜二、拜三这2日都会发展做第17号风台里鱼，但是目前路线也阁继续往菲律宾行，未来影响台湾的几率无介大。记者林晓凯台北报道。